怎么了？怎么样？看见徐思雨的表现了吗？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，我离得那么远都听得一清二楚的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已经对欧阳无法自拔了。哎呦，你俩绝交吧，再这么下去还怎么愉快的相处啊？薇薇，你把我拉出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啊？啊，这事儿还不重要啊？哎呀，上次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是你想多了，思雨她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他干嘛今天不请你啊？哎，你来了，还是和欧阳手拉着手一块儿来的，你还带着钻戒，他酸的心里都快一坛子醋了，所以他才跟你说那些阴阳怪气的话，你听了心里不会没感觉吧？得亏欧阳告诉他你是他未婚妻，直接给他怼回去，这才解了我心头之恨。哎呀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思雨说那些话其实没什么，我心里也没有不舒服，他说的话都是真的。薇薇，如果你还拿我当朋友的话，你以后啊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。这些话如果让思雨听到了，我们俩怎么再做朋友啊？她心里多难过。哎呀，好吧，我的大傻子，陪我去趟洗手间吧。哎呀。我接个电话。哎，爸，麻烦您回一趟会场，我有件事情要宣布。小瑞啊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您回来就知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欧氏集团总裁欧瑞。今天各界有人齐聚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。我马上要结婚了。我的未婚夫是我公司的销售部部长陈哲。我和陈哲相识相知2年多，我们决定携手度过余生。请大家届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再次感谢大家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不想由别人来决定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，我更不想成为别人交易的筹码。董事，叫救护车，快！什么事啊？这事好吗？吴总。实在对不起，我没有照顾好欧伯伯。不是你的错。可是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，如果当时我在场，我一定会阻止欧瑞姐上台讲话的。爸，出去。董事长，
出去！爸，这件事情和陈哲无关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我让你们出去！爸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不光是因为我爱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怀孕了。小瑞，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滚！滚！给我滚！爸没事了，已经醒了，我们先回去。欧阳，伯父没事就好，那我们也先回去了，好好照顾你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那你好好照顾他吧，我也走了。跟我一起进去吧。还是你自己进去比较好。爸，医生说，只要多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你回去吧，我和你妈说点事儿。爸，我没事，陪着你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回去。我和你妈说点事儿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？他虽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可他毕竟把我养这么大。发生这样的事儿，谁也不想。你也别自责了，只是事情走到这一步，咱俩都没有退路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有点累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这几天我想回我爸那儿住，等他出院。也好，那你小心。
你们一直有联系啊？见过几面。连活动现场都找来了，可见你们联系很密切。我没有跟他说今天活动的事情，我也没有让他来，是他想见自己的女儿，自己找来的。他和小瑞见到面了？只是躲在远处偷偷的看看。就算他跟小瑞见面，你也不应该有意见吧？我知道，我欠他的。当初要不是因为我鬼迷心窍听了你的，我能把那东西偷出来吗？他进监狱，都是我们2个人害的。他现在出来，过得并不好。我要是不给他点钱，不帮帮他，我良心上过不去。如果时间可以倒回，我不会做出当年的选择。你要是跟了他，肯定要比跟着我幸福。齐云呐，其实这么多年你一直误会我了。你觉得我不同意和你离婚，是我会在意你分走的财产和股份。其实我根本没这么想。也许这么多年，你对我早已没有感情了，但我对你还心存感激。当初是你跪在你爸和你哥的面前求他们帮我的，没有你，不会有欧氏的今天，没有你，更不可能有欧阳。我这辈子已经伤害过一个女人了。我不能再伤害你了，齐云。你到现在了，心心念念的还是杜小月。你否认，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，甚至是不是还活着你都不清楚。但你一旦知道他的消息，我敢担保，你会不计一切代价的把他找回来。你做了些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一直在私下里暗地打探他的消息，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你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哎，为什么要突然回国呀？咱们在曼谷有吃有喝的，阿姨住的病房条件又那么好，干嘛那么着急啊？之前你不是还哭着喊着说在泰国待不下去了，天天嚷嚷着要回国吗？干嘛又改变主意了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情况突然有变吗？后天一大早，我就给我妈办出院手续，
晚上我就直接回国。你要是不愿意回去，想在这儿待着，随便你。不是杜尔南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回去是不是要去找那个黎东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等会儿，杜尔南，你清醒点行不行啊？你跟那个黎东根本就不可能。哎，疼！你放开我，你放开。行，你掰吧，你就算把我手掰折了，我也要说。杜尔南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，你就是个烂在街头的混子，人家黎东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你的，别做梦了，行不行啊？你们俩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像咱们这样的就该待在咱们该待的地方，不要想想看，也不要期望哪一天能够爬上去，现实一点行不行啊？我回去不是去找黎东，是去找我爸。爸？不是。你穿这双吧。哦。你随便坐啊。我给你拿瓶水吧。家里也没别的喝的，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。醒了，这是干什么呀，叔叔？你问我这是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会允许小瑞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吗？作为小瑞的亲生父亲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。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那你要干嘛？你要杀了我吗？哼，反正我是废人一个了，杀了你，只不过是
给我的人生增添一些色彩罢了。啊，对，你早就想杀我了。忘了告诉你，你跟宽大发的那些信息我都看见了。行，你要杀我就来吧。来吧，动手吧，叔叔。哎，但是您是怎么想的？你怎么就觉得你都能在我家装摄像头，我自己就装不了呢？摄像头拍下来的视频会直接上传到我的邮箱里边。哎，如果说我出事了，你觉得警察会不会顺便把我的邮箱破解一下，看看我有没有跟别人结过怨呢？告诉我，摄像头安装在什么地方？邮箱的密码是多少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你这个混蛋！大不了我们一起死，反正我也活够了。欧瑞怀孕了。你女儿怀孕了，我是孩子的妈妈。你不希望你的外孙一出生就跟他妈妈一样没了爸爸吗？看你叔叔这么冲动干什么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咱们俩是一条船上的人啊！你可别忘了，咱们可是一起干过泰国绑架案的啊！还有欧瑞呢。欧阳的行程从头到尾，可只有欧瑞一个人知道啊。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我都写下来了，也在我的邮箱里边。我还重点强调的是欧瑞主动把欧阳的行程告诉我，所以一旦我出了事儿，你女儿可是会受到牵连。当然了，你主要还是要想一想你的没有出生的外孙，孩子是无辜的嘛。如果我出了事儿，欧瑞也坐了牢，那这孩子多可怜，从小就要没爹没妈，将来长大了还得有人告诉他，你爸爸是让你外公给杀了，你妈妈也是让你外公给害得坐牢的。啊，这孩子这一辈子真的是……你个畜生！畜生！畜生！人渣！畜生！踢死你！畜生！畜生！人渣！
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多陪陪你爸。其他的事情，就都先不要想了。快吧。有你在身边真好。叔叔，过去的事呢，咱们就让它过去吧，我全部既往不咎。但是跟小瑞的婚呢，我决定了，只要我跟小瑞结了婚，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他当上欧氏的董事长。小瑞当上董事长的那天，我们俩的目标就都达成了。所以叔叔，咱们的利益还是一致的。老板，您看要点什么？来个葱爆羊肉，葱爆羊肉，尖椒土豆片，尖椒土豆片。再来瓶啤酒。好，稍等啊。哎，葱爆羊肉，土豆片炒青椒。来，你的土豆炒青椒。你好，您还需要点什么？这一敏，一敏，我们20年没见了吧？啊，21年了。这家店是你开的？是啊，小本生意。刘叔，来2碗馄饨，打包。还是老一套，老样子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嘿，这就来着了，哎，嘿嘿，谢了。哎，没事，走了，回头来啊。哎，哎。一鸣，快来尝尝我拿手菜啊！麻辣小龙虾。来，哎呀，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呀，就靠着小店支撑着，冻不死也饿不着。可也挣不了多少钱，我不像你们俩有本事，我呀，只有做饭这个手艺了。有本事又怎么样？还不是遭人算计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来，来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，你爱人没过来帮你忙？我没有结婚，啊？这几10年了，你还大光棍啊？哎，可我有个女儿啊，是我领养的啊。你不是还惦记着杜小月吗？唉，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不提她了，不提她了。
现在啊，就是希望我女儿好。哎，对了，我呀，给你看看我女儿照片。你看，这呀，就是我女儿林美雅。怎么样？我女儿长得漂亮吧？这小伙子是她男朋友？嗯，这男孩叫陈哲，他们俩一起长大的。前不久啊，他俩分手了，真可惜啊！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儿子一样的看待。他俩一起长大的。你不是说你女儿是领养的吗？哦，小智他也是个孤儿，他父母相继去世了。唉，说起来，这孩子挺可怜的。哦，那你说说他俩呗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哎，爸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什么呀？当当当当！什么呀？来，闻闻，香不香？老刘家馄饨，啊，哎呀，这么多年了还开着呢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！哎呀，勺呢？这儿呢，给爸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是那味儿？想起来啊，小时候家里的饭不吃，你专门跑到那个破摊上吃馄饨。爸，你吃就吃。对了，儿子，当初啊，我还找过这个老刘呢，我想把他招到咱家，专门给你做馄饨。我跟他说，不管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，我给你3倍的工资，可他就是不同意。我当时啊还不太理解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整天起早贪黑，风吹雨淋的，图个什么呀？他当时说，哎呀，我就喜欢看着吃完馄饨的人一张张满足的脸，他别提多高兴了。他说钱多了，烦心事儿也就多了，够花就行。说的有道理。他活得透彻呀。爸，你还有我呢。幸亏啊，幸亏还有你呀。哦，对了，欧阳，关于你姐，我决定同意她和陈哲在一起了。但是我是有条件的，她身上流的毕竟不是欧家的血，这么大的产业，我不可能交给一个外人，你明白吗？你也看到了，今天他是怎么做的？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他是想把我逼死啊！他是。爸，什么玩意儿？爸，别生气了，馄饨再不吃就凉了。来，我喂你。来，啊，张嘴，啊，乖。慢点儿，还跟个小孩似的。你吃你的，我自己来。
我愿用尽我的余生去守护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雅，我陪你聊会儿天儿。小雅，我这2天啊，一直想问你个话，你到底是跟欧阳了，还是跟李董了？你们3个人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们3个人之间没关系，你能不能不要老乱猜？哼，我已经上网搜了那个李董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小子可不简单。那也是身价过亿啊，不比欧阳差，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，他喜欢你，对不对？你喜不喜欢他？姑啊，你能不能把你的时间和精力不要都放在我身上？我现在脑子里面乱七八糟的，我都快烦死了。拜托你让我休息。我天哪！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这么大！哎，你给我好好看看！哎呀，这得老值钱了，到底谁送的？欧阳还是那个李董？啊？小雅，你说你长得其貌不扬，不是，我是说你特别精看，但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啊？但是不管命怎么样啊，姑必须得教你一招。就是无论是欧阳还是李董，你千万先别急着一锤定音，明白吗？就是绝对不能一棵树上吊死，备胎，明白吗？姑，你说有这些时间，你为什么不能多关心你自己的事儿？你上一次赌博的事情，我没有跟我爸说，不是为了你，我是担心我爸，我怕他着急上火。我知道，我们家小雅最孝顺的。是你爸的贴心小棉袄，你爸有你真是一辈子的幸福。这钻戒到底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姑，你看见过我的项链吗？项链？就是我一直戴的那个，我前2天摘下来就放那桌子上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